新德州图书馆是3级古迹，目前已经有97年历史了。为着要让图书馆再造空间，市政府有重新整修，顶年对外开放。最近也逐日办主题册日。几条黄色水管对图书馆大门口一直通到上内底，来到这的民众看到这个大型装置艺术，拢感觉真特殊。我们想看看它所谓的水管是做什么样的设计，就是如果在阅读方面，它是馆藏书，还是说可以坐在馆子上阅读书籍呢？还是感觉是有历史的那些，但是来这边感觉是有一些新鲜的感觉的。今年97岁新德州图书馆，日本时代是在地重要的公共图书馆，目前是文献研究的重要基点。今麦透过活动，希望让老建筑重新搁再活起来。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栋建筑原始就是图书馆的这样的用途哦，所以也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下，我们以馆为主题来办理这样的一个特展哦，让这个空间能够修复完成后哦，能够让民众重新认识这个建筑物哦。新德州图书馆经过2单位修复工程，举办未少活动甲展览，只有希望民众加来这行打，感受文化传承的重要意涵。记者刘君豪新德报道。